大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这段时间防疫就亲像练武功同款，一步一步底底拢爱拍好在，才会当慢慢解除疫情的威胁。今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字就是武，武功的武。这个武就军事暴力、战斗的意思，像咱讲动武。另外，这个武嘛有功夫的意思，像咱讲武功、练武、练武功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武艺，代表武功技艺。武的功夫，咱会当讲是武艺；若文的才情，咱讲文情。第二个词读做武侠，一般是讲有功夫、有剑艺的人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全国三级防疫这段时间，大家无必要就唔通出门。真侪人拢是利用这段时间，伫咧厝内看武侠小说，描述武林高手的武艺有偌尔超群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武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